大家好，歡迎收睇3月份嘅環球短評。自從美國總統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宮之後，市場都好關注佢嘅政策對於美國通脹嘅影響，並且普遍調整咗對聯儲局減息嘅預期。今年美國減息嘅次數可能只有1次，咁即係話美國息口可能會維持喺偏高水平一段時間。而家地緣局勢波動，高息環境持續，透過入息策略爭取穩定收益，都算係進可攻退可守嘅選擇。咁咩係入息策略呢？顧名思義，就係注重穩定入息或者收益嘅策略。投資着眼點係創造持續嘅現金流，從而實現理財目標，例如提供退休入息。如果係預備退休入息嘅話，投資者嘅風險承受能力相對低，所以投資穩定性係佢哋最關注嘅地方。分散入息來源於幾個資產類別，例如股票、債券同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（REITs）， 有助平衡波動同埋降低風險。事實上，無論係債券收益、高息股定係 REITs， 都受惠現時嘅經濟環境。以債券收益為例，我哋經歷過長達10幾年嘅零息時代，債券收益微乎其微。投資者要爭取穩定入息，就要冒更高風險投資喺評級較低、質素較低嘅債券。但係超低息時代已經過去，取而代之嘅係利率維持偏高水平嘅時期。根據彭博資料，美國10年期國債孳息近期介乎4.5% 至到4.8% 之間。對希望穩定收息嘅投資者嚟講，呢個息率算係好吸引㗎啦。而且今年地緣政治局勢持續波動，政府債券喺動盪時刻可以發揮避險作用。至於高息股方面，雖然而家嘅經濟環境頗為利好股票投資，但係部分股市嘅估值，例如美國科技股已經偏貴。所謂高處不勝寒，對於尋求穩定嘅投資者嚟講，高估值未必係感到安心嘅。而唔少研究顯示，能夠持續派發股息嘅企業，往往係債務偏低、財政狀況強勁同埋現金流穩健嘅優質公司，防守性相對較強。特朗普重新上任之後，佢推出嘅政策、行政命令以至係言論，都不斷為市場帶嚟震盪。喺預期波動難測嘅市況之下，高息股嘅表現或者較為穩定。如果用指數去睇，彭博數據顯示，美國標普500指數過去25年只係有6年錄得總回報係負數，但係相對應嘅高息股指數，即係標普500紅利貴族指數，呢6年嘅表現都係比較好，反映喺跌市之下，高息股相對有防守力。最後提一提 REITs 啦，REITs 係以派發房地產租金收入為主，市場預期數據中心相關嘅 REITs 未來幾年可以繼續受惠 AI 蓬勃發展，整體 REITs 亦可以為到入息策略提供分散風險嘅效果。